间拢是在咱不知不觉，拢无去注意的时阵，安尼经过。当时间经过了后，咱才会感觉讲时间足宝贵，时间足关键，时间足无钱。是种诶，时间管理是足无钱，是因为咱无去珍惜，是因为咱无好去善用，咱才会感觉讲时间足无钱。随上咱若会当好去利用时间，去善用时间，其实咱自己咱袂感觉讲时间足无钱，就是因为咱无去珍惜，咱无去善用，咱无去注意，当时间经过了后，咱才会感觉时间足无钱。这是咱如何在人生的过程，咱要注重如何去善用这个时间。咱就你来讲这个，所以我若一直准备来，讲起来总一方面是欢喜，一方面是烦恼。我发要是你有啥物方法，你有啥物角度，你就是欢迎我上来上课。这是现在三行就是说，但是咱要了解道理、真理、道理是无形无相。你要用耳朵来听，要用目睭来看，要用手去杀。就可以讲道理咱你互你对辛苦来看了，你要找到找。但是实际上道理在咱心。所以讲道是用体会，但是咱无听都袂使，咱无看都袂使。透过听，透过看，就是咧帮助咱对着内心的一种心。他说讲咱无听无看，咱都唔知要安怎想。莫讲要想到万年你就无可能。所以讲了，今仔日个班，咱知影台湾县看偌济人，偌济所在咧台湾，来高雄、来新湾，包括咱台南个所在，足济所在拢咧台湾，甚至咧新湾都咧开这班。你来看咱为着对后面日子为人名利名道，诸天神圣贵心田，用尽心意，无论神也好，人也好，仙也好，佛也好，道中下凡，伊就各种不同的方法，就是要咱行入去迈，了解讲道的尊贵，人生咱要如何来行完这条路？只是去处理而已，然后大家都无会，大家都无会，但是咱来去体会，实际上我讲，拍到以来，互咱加足侪空间去思考足侪物件，去体会。实际上，咱来到这个世界。